係其中一個都幾痛苦嘅狀態，就係做一個有才華嘅窮人。因為你冇才華做窮人，你係抵嘅。而有才華得嚟，你又窮呢，你個心理就會唔平衡。因為你會覺得啊，點解我咁好、咁勁、咁威風，點解唔夠嗰個冇我咁叻嘅人生活過得好呢？嗰啲人會自己為咗自我感覺良好，用懷才不遇嚟去安撫自己。你唔係懷才不遇，你係懷才不足。所謂不足係乜嘢意思呢？即係話你認為你自己喺某個才華上面好，冇錯，可能亦都係事實嚟嘅。不過我想強調嘅係，你嘅專業能力需要被看見，而被看見嗰啲係咩呢？就係 sales and marketing，孤芳自賞型嘅嗰種人呢，佢哋更加需要放下呢一種懷才不遇嘅嗰種執念啊！你係懷才，但係懷才不足，因為你仲有另一方面嘅能力就係即係宣傳自己嘅能力咯。你不足嘅就不足於你宣傳自己嗰方面。關注我做 Top Sales。